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8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8篇，耶利米书第2章23节到37节，希伯来书第13章第7节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后悔。华语的后悔用在圣经的翻译并不是非常适合的。就从信仰观点来看，我们应该是翻译成回心转意。和合本圣经翻译时常以后悔来翻译上帝的心意转变，但是这样读起来看起来总是觉得怪怪的，好像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一天到晚都在后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一样。那事实上，这是因为上帝他蛮有怜悯、有慈爱，以及他有赦罪的恩典。他改变了他原本对人的惩罚的预言，而赐下的赦免的恩典。圣经总是以婚姻的关系来形容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翻译的这个后悔一样，就会像一般离婚的人总是爱说哎呦我后悔了，然后呢就不再演了人跟上帝的关系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随便的方式。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轻看了跟上帝的关系，因此就时常的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上主说，如果丈夫休了妻子，妻子离开他，又跟别人结婚，他怎么能把他再接回来呢？他这样子就是玷污了土地。但是以色列你跟好些情郎私奔，现在却想回来找我。举目看看那些山头，你能找到一片你没有卖过银的土地吗？你在路旁等候情郎，好像阿拉伯人埋伏在旷野，等着猎物一样。你的言行玷污了土地。这样的一个轻看跟上帝的关系的人，就必须要去面对所抉择的后果。特别当以色列人一意孤行，没有回心转意的那种心意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心里刚硬，更是到处留情。他们随意敬拜偶像，就如同圣经所记载的，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上主对我说，你看见了那不贞洁的女人以色列的行为没有？她离弃我，在每一座山头上，每一棵绿树下卖你。我以为她做了这一切后会回到我这里来，可是她没有回来。她不贞的姐妹犹大也看见了这一切。犹大看见我离弃了叛逆不贞的以色列，给他休书，但是不贞的犹大并不怕，反而自甘堕落，也沦为娼妓，一点都不觉得羞耻。他也玷污了土地，他拜石头，他拜木头，对我不贞。是的，以色列人应当要后悔，必须要回心转意，归向上帝的面前。因为呢，虽然人跟上帝的关系是如同婚姻的关系一样，可是
慈爱的上帝愿意接纳诚心回忆转向他的人，那一些再一次归向他的子民，上帝必要接纳。耶利米先知说，上主又告诉我，以色列虽然离弃他，但比那不争的犹大好些，因此他命令我到北方去向以色列宣布，不忠的以色列啊，回到我这里来吧。我对你的爱不变，我不永久向你发怒。我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罪过，承认你得罪上主你的上帝，曾经在每一棵绿树下跟异国的神明行淫，违背了我的命令。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不忠的子民啊，回来吧！我是你们的主人。我要从你们的每一个城市选出一人，从每一宗族选出2人，带回锡安山去。上帝总是给人有后悔的机会，只要愿意诚心实意地归回在上帝的跟前，再次的跟他重新建立亲密而适当的关系。保罗说，上帝是信实的，他不撒谎，也就是说，他不会离弃人的。虽然上帝挑选他的仆人，不像是人在挑选对象一样，一定要门当户对。事实上，通常上帝所选召的对象，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就如同上帝选召扫罗，我们说保罗，让他成为上帝的仆人一样。我们在这看到起初初代教会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因为扫罗过去就是压迫教会的。但是因为扫罗，我们说保罗，他蒙上帝的呼召之后，他也完全的被改变了。他后悔，回心转意，他不再骄傲，愿意谦卑的为主所用。保罗见证说，我保罗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蒙召奉差遣去帮助上帝选民的信仰，引领他们认识我们的信仰所教导的真理。这真理是以盼望永恒的生命为根据的。那不撒谎的上帝，在万事以前已经应许把这永恒生命赐给我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便借着信息的宣扬显明出来。我受了托付，奉上帝我们救主的命令，负起传扬这信息的任务。保罗也差遣提多，让他留在克里特岛来服侍上帝的教会，并且教导人建立教会的体制，也教导人并领人回归来转向上帝。关于长老的职务，保罗说道：我把你留在克里特，目的是要你处理那一些还没有办完的事务，并且在各城市设立长老。我曾经吩咐过，当长老的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他只能有一个妻子，他的儿女都应该是信徒，没有放荡或不受管教的事。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做上帝的管家，就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他必须不傲慢，不暴躁，不酗酒，
不好斗，不贪财，还要愿意接纳人，喜欢做好事，庄敬自重，要正直圣洁，能够管束自己。他必须坚守那可靠、符合教义的教训，这样他就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同时纠正那些反对的人的错误。在初代教会建立教会体制，首先这些同工就必须要跟保罗一样，先回转，或说我们说悔改，然后领受上帝的呼召，成为主教会的仆人。诗篇58篇，统治者啊，你们果真讲正义吗？你们以公平审判人民吗？不，你们一心只想作恶，在地上犯强暴的罪。作恶的人一出生便迷失了方向，他们一出母胎便撒谎，他们满身恶毒，像毒蛇一样。他们塞着耳朵，像聋了的眼镜蛇，听不见弄蛇者的笛声，也听不见魔术师喃喃咒语。上帝啊，求你敲断他们口中的牙齿。上主啊，求你拔掉那些幼狮的大牙。愿他们像溪流干固，像小径的草被踩碎。愿他们像蜗牛腐烂，像流产的胎儿不见天日。他们将在料想不到的那一刹那，像稗草一样被上帝激怒吹散。一人因见罪人而受罚而欢心，他们要从恶人的血河中走过去，这样人要说：义人果然得到善报，果然有一位上帝在审判世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会做出后悔的事，也让我们能够跟随上帝的脚步，不走偏差。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